这么多集的美食节目呢，我们从来没有为观众朋友介绍过日式料理。就有人跟我反映说：“哎，你怎么不介绍日式料理呢？”我就说：“好啊，那就来介绍日式料理。”所以我在朋友的推荐之下、引荐之下呢，我就来为大家介绍一间日式料理。而这间日式料理呢，据说他们的鳗鱼饭是非常的有名气，很多人都是因为他们的鳗鱼饭而来的。大概有8、9成的人来到这边呢，是为了吃他们的鳗鱼饭。不过也有人跟我讲说呢，他们鳗鱼饭不仅是好吃，他们其他的料理呢也都是非常的棒，非常的优质哦。所以今天就要带观众朋友们进去里面来瞧瞧，到底他们家的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若不是有人告知，很难想象在小巷弄内居然有间鳗鱼饭专卖店，饭桌率超高，相信其鳗鱼必定有迷人之处。张师傅，我们现在看到你在烤鳗鱼啊，但是我想先请教你们，就是说你在烤鳗鱼之前啊，这个鳗鱼要先经过处理，那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说你这个鳗鱼事先处理是怎样？就是从先杀嘛，杀完之后，然后之前是我们都是会先烤后蒸啊，然后现在我们是把那个烤的动作省略掉，就直接前置处理完之后就直接下去蒸了，然后蒸熟之后起来拔刺。哎，那你为什么要先烤再蒸呢？先烤再蒸是主要要增加它的香气啊。是。现在目前的话，我们是没有先烤这个动作，就直接用蒸的。是。但是把它省略掉那个动作，就直接上到要出餐给客人的时候再直接烤就好了。是。那你先烤之后再蒸，是因为说那个一次把它处理掉是比较方便。对啊，它肉熟掉的话，你要拔刺比较好拔。是。那可是如果说像你手工去拔的话，没有说这样子完全是可以把它处理掉的，因为毕竟手工嘛跟机器是不一样的。对啊，是没有办法，机器也没有办法说全部处理掉啊。是。它一般外面的可能它是断刺法，还是说有直接用人工在拔的，也都不一定。有的一般的大部分都是断刺法而已，是没有在拔。我们这个是真的很费工。然后从一开始在拔不熟悉的话，其实一只鳗鱼要拔很久，可能拔个10分钟，一只鳗鱼还没拔完。因为它刺很多，它4排刺。因为很多人他不敢吃鳗鱼，是因为说它的刺非常的多，所以他就不吃鳗鱼。那如果说把这个刺哦，当然啦，你手工不可能说完全的是把刺去掉，但是如果能够降到最低是最好的。哦，对啊。就像那个沙巴鱼啊，后来大家有的那个刺很多，有人就不想吃那个沙巴鱼啊。对啊。那像你现在在上色，有没有说要涂多久的时间？涂多久其实是看状况，看它上色的状况跟它呈现出来的感觉。那它现在都已经有焦糖色了，是，然后也有上色了，就差不多了。然后跟它的酱香有没有烤出来？是。所以你有没有算过说你一天大概烤几串？几份呢？可能平常日的话应该是都70、80份吧。然后假日的话可能是 double 或者是更多。那我发现说你们那个鳗鱼跟一般的是比较不一样的，好像感觉是比较厚一点。对啊，因为我们选用的都是比较大只的鳗鱼，可能是2只就1斤了，或者是3只就1斤了。是不是你们的鳗鱼是用哪一种鳗鱼品种？白鳗。白鳗，那为什么想说要用白鳗？白鳗它的质感会比黑鳗来的更不会像黑鳗那么的硬。是。黑鳗它有时候会比这个会更大只一点，它越大只有时候它皮会更厚。是。它皮厚的话，有时候你就会咬不动。是。那像你们的白鳗的话，有没有说特别跟人家合作啦？有啊，我们都是跟养殖业配合的啊。是。所以我们的品质啊，各方面其实都会比一般外面的更稳定一些啊。那肉质会比较刚好一点。是。你太大只也不好，太小只也不好。所以要选择适中这样子，然后大家吃起来的口感才会好，刚好就对了，不能说吃起来不会太少，也不会太过。哦，这样子吃起来那种感觉才是对的，那种鳗鱼才是标准的鳗鱼，对。
采用正统日式手法，先烤再蒸，以炭火慢慢烘烤，鳗鱼才会特别厚实 Q 弹。这也是这么多饕客会来此尝鲜的原因。当然，接下来就得换我来品尝喽。日本料理有人说它是眼睛的料理，没有错，的确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料理的确给人家感觉是非常的精致的，不论是它在配色上啊，或者是整体它在用料上，都像是在欣赏艺术一样哦。那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日本料理，大家可以看到桌上的这些日本料理，我们光是从一道菜来讲，就可以看到它配色上来讲是非常的讲究。那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位主厨呢，是邱玉仁邱主厨，他要来为我们介绍今天他所做的这一些料理。主厨好。你好。好，那主厨是不是来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们店内最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个鳗鱼饭啊？因为我看很多人来到这边都是点这个鳗鱼饭哦，而且我看有人吃鳗鱼就这样一直吃一直吃，然后都没有再停啊，好像到最后才把饭这样吃一吃这样子。我们的鳗鱼啊是台湾本土的白鳗，是，然后也是有跟养殖户长期的配合，所以我们的品质上都会比一般的店家的品质会来得更好一点。我们也算是在地台南第一间在卖鳗鱼专卖店的鳗鱼饭店。那像你们的鳗鱼饭哦，它之所以吸引人家的地方，我想除了鳗鱼之外，再就是这个酱汁的部分。那酱汁的部分是您自个调配的吗？对，这是大概1个礼拜要熬2次的，一次熬都要熬7、8个钟头。那酱汁来讲，你有特别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主要的话就是用鳗鱼骨本身的骨头下去熬制的。鳗鱼骨它下去熬制啊？对，酱汁本身就会有一点鳗鱼的味道了。所以吃起来那种感觉跟一般市面上吃起来的鳗鱼是不一样的。应该多多少少比例上的配方不一样的关系而已。我跟你讲，这个鳗鱼饭其实很多人在讲究的是它的这个酱汁哦，因为有时候这个鳗鱼饭它这个饭的酱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酱汁它跟饭没有结合在一起，没有融入的话，可能大家吃到的就是酱汁归酱汁，然后饭归饭。去看一看他们的，有点甜甜的，对不对？在地台湾的口味啊，都吃的比较甜一点。对，我跟你讲，光是这个酱汁就可以把这个饭吃完的。也有很多人来这边会点白饭，然后指定说要淋我们的鳗鱼酱汁。哦，真的哦？对啊。有这样子卖的啊？对，客人要求的话有啦，不然的话它是菜单上是没有了。哦，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哦，他们的鳗鱼是真的非常的厚实。我看师傅在烤的时候，真的他不断的去翻刷啦，然后不断的涂抹这个酱汁，然后滋滋作响。我看到那个鱼啊，那个油脂这样掉下来，哇！难怪那么多人喜欢来你们这边吃这个鳗鱼。好，那接下来呢，你要来为我们介绍哪一个？这个吗？我们先介绍这个前菜。好啊，那是什么？比较算开胃的前菜。哦，那看起来很漂亮哎。日本的白山药。哦，白山药，师傅自己调的法式芥末美乃滋酱。是，讲到这个山药哦，它真的是老少的滋补圣品哎，对不对？蛮顾胃的啦。对，而且它还有对于这个三高啦，还有养颜美容都是非常好的。现在都有那种山药萃取液来做成保养品了。还有，你们怎么想说要加上这个？这是鲑鱼卵没有错吧？对，是鲑鱼卵。为什么会想到增加它的风味跟点缀它的颜色？那我一定要吃看，因为这个，对不起，我真的从来没有吃过。没关系。而且这是冷菜，对不对？对，它有点像开胃菜的感觉。开胃菜的感觉，这是你们独家研发的。对啊。搭上芥末，好好吃哦。对，它有点酸酸甜甜的感觉。因为我跟你讲，我很喜欢吃芥末，所以那种搭起来那种感觉，哇，口感非常的好。但有很多人跟我讲说，我看你在吃什么东西都觉得很好吃。我就说，对啊，因为我不挑食，所以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很好吃。可是真的，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吃芥末，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吃。而且真的，那个山药很入味，非常的好。这个开胃菜我喜欢，然后再来呢？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日本的香鱼，做甘露煮的做法。
它其实是吃也是一样是吃冷菜。哦，也是吃冷菜。对对对，就有前置的作业先处理过之后，然后再加酱煮，把那骨头煮到都化开，是整只都可以吃的。那像这个煮啊，要不要煮很久？大概要1个半小时至2个小时。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那比如说你这个一般来讲有的这个甘露啊，它会用到味淋，你们有用到吗？我们本身这边是没有用味淋，我们是用麦芽糖。哦，为什么要用麦芽糖？麦芽糖它比较会增加它颜色上的光泽，哦，增加它看起来的光泽，会比较亮亮的感觉。哦，所以它在甜度上也是比较好控制，才不会那么腻啊。哦，才不会那么腻。而且麦芽糖它吃起来给人家的感觉是比较也比较健康一点。比较健康一点。那其实讲到甘露哦，大家就直觉就觉得说它应该是甜的，就甘甘甜甜的啊。是，其实甘露我觉得应该是感觉是味美才对啊。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个香芋，那结果呢，我告诉你，我吃过一次之后，我就爱上香芋了。因为它里面蛋很多，超级饱满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汤头，它的汤头不会很稀表。我想可能跟你用那个麦芽糖是有关系的。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日本料理的东西为什么好像会比其他菜要来的贵一点？其实真的，1分钱1分货啦，再加上说，因为它熬煮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在快炒1盘99元，可是它炒很快啊。可是你看，就像主厨讲的，它就是要熬比较多的时间，对不对？而且你可能一些前置作业你要做，然后对，我想请教主厨，就是你的香鱼有没有想说要多大只？多大只哦？我们大概这种其实都是日本进口的啦，然后它分的就是几批装的这个 size 而已啊，他们都是挑选比较大只的。所以你们的香鱼因为是日本进口的啦，对，所以单价格上是不一样的。单价其实成什么还算蛮高的。蛮高的，那跟你们卖出的比例，这样你们划算吗？还好啦，还好，利润是有啦，只是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就对了，最主要就是希望消费者来到这边可以吃得开开心心，那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哪一道？介绍这道牛蒡干贝。你觉得你们的牛蒡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是先切丝，然后再把它包覆干贝下去油炸。哦，那切丝，所以是算手工菜。哦，手工菜。可是你把它切丝之后，你是怎么弄的？是把它搓圆吗？对，就把它压成圆形的，然后再下去油炸。是。那比如说你要让它变成圆的，你需要用什么东西下去把它混合？我们的手啊。就只有用手，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手加面粉。所以手跟面粉要把它和在一起，然后才能凝固就对了。让它成型。要它成型。让它成型。所以，然后再加上干贝。干贝特别大，有没有选用哪边的干贝？我们干贝都是一样，都是从日本进来的。也是从日本进口的。都是生食级的干贝。那个海苔软掉，所以比较不好吃。可是真的感觉好奢华哦！光是看到那干贝很大一，那就很贵了。所以我看到干贝，哇，真的吓一跳，怎么会那么大个？那个感觉哦，太让我讶异。它也是算我们的人气商品。也是你的人气商品，难怪，因为很真材实料啊！而且那干贝真的太大颗了，我想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非常高兴。好，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就这一碗大家看到都惊讶的海大虾天冻。海大虾天冻，海大虾一定有虾子。对。那你是用什么虾子？炒虾。炒虾。对。虾子有几条啊？2只。2只。这个跟这个。然后里面一样有干贝，然后有星鳗跟多利鱼。等一下，我看一下哦。这个，这个是干贝嘛？对不对？对，这个干贝。一样是这么大颗啊。然后。这边有多利鱼。多利，这是鱼啦多利鱼。有香菇、茄子、四季豆。都有这一些蔬菜就对了。
然后等于说那边还有一吃起来不会块新鳗太腻。哦，还有新鳗呐、在哪里？在这边。哦，这个是新鳗，哦，等于就是鳗鱼就对了，算是鳗鱼的一种，鳗鱼的一种。日本叫血子鱼。哦，所以是鳗鱼，所以它非常的丰富。对对，它里面有4种海鲜，3种蔬菜。哦，4种海鲜，3种蔬菜，所以也是人气商品。比如说这个跟这个都是人气商品，那这些小菜也都是人气商品。那我想请教你，就是说，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碗酱汁里面呢，它还有这个胡萝卜。白萝卜啦，哈，那白萝卜泥，我想请教，为什么要用到白萝卜泥？第一是让它沾附它的酱汁啊，然后第二也可以解除那个油腻感。我可以解除油腻感，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说我为什么要用萝卜泥，不知道。那经过主厨的介绍才知道说，原来它可以有那个油腻感，它可以解除掉。看到这一碗呢，主厨你有没有建议大家应该从哪边吃起？因为每个都非常的好吃啊！我实在不晓得说，我今天我点的这个，我要从哪边开始吃，我真的不知道从哪边开始吃。正常的话，我们都是会再附一个盘子给客人，再附一个盘子，对，因为它内容物太多，它其实也不是很好下手。对，所以就当它可能会夹起来放在盘子上面，然后去先扒一口饭，然后再配个炸物一起吃这样子。先吃饭，对对对，然后再吃炸物，这样对了。好，等于说它里面是有饭哦，哈，它里面是有饭的。哦，所以它的饭这个酱汁也是配这个的吗？对对对。哦，所以它酱汁跟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可以看到，不知道能不能拍到哦，它的饭也是非常的多。所以点这一碗饭还真的蛮物超所值的哦。有很多客人都会吃不完打包比较多。哦，吃不完打包比较多，是最主要是它打包的是上面的这一些东西，还是下面？对，都有。都有。都有都有。哦，所以，难怪啊，这也是人气招牌啊，哈，这个也是人气招牌。然后剩下这一些都是你们的一些。等于说非常重要的小菜，可是有一道我们还没有介绍哦，就是这个寿司，特级锅寿司。对，讲到这个寿司，有人认为说它可以把它当成点心，也可以当成正餐来吃哦。那寿司真的，因为寿司它就是醋饭嘛，对。哦，醋饭它就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人干嘛讲生生为啊，因为人不知啊，你们各位超车啊，其实没有啦。醋饭它就是必须要加上醋啊、糖啊、盐啊这样下去拌炒。好，那寿司你们这算是握寿司？对对对。对，那握寿司来讲有很多鱼，那是不是鱼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我对这个鱼不是很清楚。特级握寿司上面基本上它就是有9罐，它9罐都是不一样的。哦，9罐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东莞的尾鱼，是，然后这是澎湖的海蛎，海蛎，这是加拿大的鲑鱼，对，然后一样是阿根廷红虾，是，然后这边一样是日本生食级的干贝，是。我们的海胆是用加拿大的。哦，用加拿大海胆，为什么一定要用加拿大的海胆？加拿大海胆它会比日本的比较，他又讲的比较短鼻啊。哦，它大鼻孔还比较我知道，比较大方的感觉，比较大气。对对对。哦，是。那还有，我想请教你，因为我也看到这些，我真的不知道从哪边下手。其实一样吃寿司的话，当然都是一样，先从白鱼先吃啊。哦，从白鱼，要从白鱼，不是从红肉。红肉味道会比较重一点，所以建议先从白鱼先吃啊。是，那所以像这个都是白的，那哪一道你认为？就先从我们的澎湖海蛎先吃啊。哦，从澎湖海蛎先吃。那我想请教这个澎湖海蛎啊，它的特色是什么？是会 Q 吗？还是比较脆感？哦，比较脆感。比较脆感。哦，脆感。对，因为每个地方用的都不一样。对，我们这个鱼其实也不一定每次来都会有。对，都是会变化。鱼啊，是一早是从哪边买的？基本上我们的鱼都是安平渔港比较居多啊。安平渔港比较居多啊，像尾鱼就是东港来的啊。哦。对。所以每天都是现宰的。
对，可以这么说是现宰的。对，就是我们都是有固定配合的，我们信任的锅的厂商在帮我们配送。是。那我想请教，就是因为我看到有这个橘子嘛，那通常这个橘子它是当做在这个装饰用，还是说它可以平的？因为我对于这日式料理我真的不是很懂，所以我要请教主。它其实就是增加风味跟有一点去腥的效果。哦，这样子有去腥效果，而不是用柠檬。柠檬也是有人会用，可是橘子它的酸味不会像柠檬那么高。哦，是。对，所以橘子是会比较适合用在握寿司上面。哦，是这样子。因为讲到这个握寿司哦，它是可以说是江户时期的一个文化代表哦。所以那个握寿司其实它很讲究的是它的手感。如果你看那个师傅在包握寿司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它其实很艺术化，他的手很像那个在弹钢琴那样子，是很艺术的，非常的美的。所以人家在讲所谓的职人就是这样子，就是他的手真的是非常具有艺术感的，而且他们都是经过很多年的一个磨练，才有办法就是这样子用起来很温柔的去对待这个寿司握寿司。其实就是师傅他的手是真的很用心的对待，就像他对待自己的很珍视的东西一样哦。好，那么接下来有一道没有介绍到，就是这道就鸡肉串啊，有什么特别？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创意哦，这是你们的创意啊！它只是上面用到的是西式的青酱。哦，就是青酱，就是所谓的意大利的那种青酱吗？对。那当初怎么会想说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无心插柳啊。无心插柳是怎么样的无心插柳？有一天我们自己想要吃的时候，然后就做了青酱这一道东西，然后想说把它用在鸡肉串上面，不知道会怎么样。是。结果还蛮有火花的。还蛮有火花的，真的吗？好，去看看，真的蛮有火花的嘛。所以其实有很多料理，它也是在无形当中会成型的。其实还蛮搭的。对啊，很搭啊。因为它有那个塔香味。对，青酱就是用9分塔下去打的。对。你让那个咸酥鸡一定要9层塔一样。有，这个可以感觉出来，它有那个日本料理，然后跟中国式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变成就是那种异国料，对，真的很奇妙哦！真的日本的东西要跟中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变成异国料哦，真的很特别。那我们今天也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厨来为我们介绍他们店里面的一个招牌哦。不过真的就像主厨讲的，有很多东西呢都是在无形当中，你就会找到一个新的创意。那很多东西也都是因为说它经过很繁复的一个做工。所以为什么我们吃日本料理它会比较贵？因为日本料理它其实真的有些东西食材它可能是从日本引进，或者是您刚才讲到有加拿大啦或其他地方引进的，所以很多东西它贵是有它的原因所在。再来就是它的日本料理给人家感觉嘛，它就是眼睛用看用欣赏的。还有很重要一点呢，因为日本料理它已经被联合国列入是非文化遗产了，所以说我们在吃日本料理的时候呢，一定我认为你要先用看的，用心去看，因为日本料理它的视觉摆盘上都是让人会有耳目一新的。那么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主厨，谢谢你，谢谢。肉质肥美，调味火候控制得宜的鳗鱼与米饭完美结合，谱出优美的乐章，就连雨天依旧不减用餐人潮。从隔山推拉门、铁窗即可看出，这是间由老房子改建的餐厅，外面增设等候座位区，不难想象这里生意有多好。内部空间分成吧台和2人座位区，座位并不多。尽管如此，还是吸引许多名人前来享用美食。这里也提供串烧、冷菜、日本酒、烧酒和生啤，室内整体有着浓浓的居酒屋风情。想享用味美的鳗鱼饭、创意料理菜，您不妨来这里试试。
老房子里面呢享受日式料理，这种体验呢还真的是蛮特别的。而且今天主厨为大家介绍的菜色呢，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慕名而来享用他们家的鳗鱼饭呢，以及我今天看到的一些菜色，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艳呢。像那个大虾啊，哇，那些东西真的是我一看到都不知道要从何下手，那么多料要从哪边开始呢？所以真的是惊艳再惊艳。那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放眼大台南节目，我是梁伟珍，拜拜。